阮有一个梦，一个幸福的梦，好年冬免操烦，心轻松人平安。台湾人爱台湾，有期待有希望。业力足少啊，几日啊尔吼，伤心无边无岸，天也地也吼，啊，怎么用身躯一直弹，一直听，一直弹，就安尼啊，一段都无啊。啊，足少，敢若一首诗的。啊，问题是，你看这个文字，你就感觉讲，足疼。啊好，就是伊的功力嘛。我感觉东元老师一个好处就是伊厉害，就是伊的文字就精炼的，袂讲啊牵大一大堆安尼，几字啊就写啊。但是伊的台语是足到底的。我感觉我得用这个字，用这款较深的台语的字来写，我感觉这是东元老师厉害的所在。另外就是吴胜美思念无多嘛，伊嘛是伊的主打歌，我也足好听的，所以你看思念无多嘛是啊，伊的字嘛足少的啊。甲迄个曲，甲于老师的曲安尼结合，我感觉无一个音会当改啊。我一听哦，这条歌透动了。钟贤老师，足久无看你好啊！我要甲你说多谢，因为你的歌题我搁通上电视。我嘛要谢谢你当初写遮尔好的歌词，咱做伙创作遮尔好的音乐。我嘛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拍拼，替咱台语歌做出更较好的作品出来，互大家听。谢谢大家，加油，继续努力。阮有一个梦，一个清爽的梦，天宽宽，地芳芳，水清清，风凉凉。阮有一个梦，一个温暖的梦。梦轻轻，梦甘甘，情绵绵，爱暖暖。阮有一个梦，一个幸福的梦，好年冬免操烦。心轻松，人平安。阮有一个梦，一个未来的梦。台湾人爱台湾，有期待有希望。台湾是咱成长的所在，才有咱的故事，咱的梦。希望大家用咱的心、咱的情，
咱的爱，爱咱台湾。阮有一个梦，一个清爽的梦，天看看，地芳芳，水清清，风凉凉。阮有一个梦，一个温暖的梦。梦轻轻，梦甘甘，情绵绵，爱暖暖。阮有一个梦，一个幸福的梦，好年冬免操烦。心轻松，人平安。阮有一个梦，一个未来的梦。台湾人爱台湾，有期待有希望。台湾人。爱台湾，有期待有希望。足侪好听的作品、出名的作品，拢出自于这支笔。咱来欢迎台语歌坛名作词家陈东宪老师，老师欢迎。国珍老师好，各位咱台湾所有心所爱的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作品足侪，迄度的感动人的足侪。毋过我真知哦，你个人真罕呢，你甲人讲你家己创作的过程呢？是。你咧写歌，老师你上知。清大的歌坛到即马，前差这个120档，甲你平平咧写歌，才莫讲对手啦吼，才同行的作词作曲家，台语的程度变化看偌济就好。因为我算较特殊吼，我自少年我就真爱写作，伫大学阶段啊到出社会，到我也未踏入这个台语歌词创作进程，我。逐工拢在写物件，吼我迄阵有一个梦想，我讲有一天我这物件，我若有歌手，吼，甚至我迄阵设定的一个歌手，敢若唯一的一个歌手，就是二姐江蕙。所以你会注意到讲，我写的物件，以往我的主角毋是查甫，因为我是查甫，我在写的物件拢是查某的出发点的物件。是安怎用女性出发点？因为我设定的目标就是讲，我的歌有一天我就是要有江蕙唱到。好所以你注意看，不管是为无边无花、思念无多，甲爱哭的时阵、心来字，甚至以后的作者有的不管是其他的歌手唱的，大部分拢是以查某囡仔、查某人为出发点。因为我毋是科班出身的。我本身是土木工程毕业，毕业了我咧做工程。对啊，老师，我都知影你家己头脑做得足好个啊。我拢咧做体育工程，尾做到尾因为竞争足多，招标的方法改变，所以变成讲咱设计案件做袂到做袂到，你总无可能讲搁伫工程界搁伫遐咧标伫遐咧做，因为你无案件好做所以我迄阵我所有累积写落来作一作品，我就开始咧想讲，我应该爱搁找出一条较适合我的路。因为我自细汉我就真爱写物件，一直写，保持足侪年拢无改变。无改变了后尾写到一个阶段，
我工程也无做啊，我就开始想讲，我应该来整理我所有写过的资料。所以我迄阵想讲，若来写歌，来改作歌，歌若有一天去足大牌的一寡明星唱着，还是讲有一寡版税好收，还是有一寡钱好赚，我感觉这嘛是一条我做兴趣做，佫会当有收入的一条路。所以到民国95年的款，就一个转机。迄阵二姐江蕙，伊为着要转型，所以伊出一块跋杯专辑。当然，迄阵跋杯专辑也未出来，所以伊转办一个活动，叫做好词杯歌词甄选比赛，伊是向世界各国征稿。我印象内底敢若有15000几首歌词，当时我入围4首，伊无限制你一个人写几首。所以其中有3首就是无变无花，爱考的时阵，等待敢是阮的命。后来入围这3首了，要出版跋杯这个专辑，伊爱新人4首，尾其实我是入围3首，搁一条就是等待敢是阮的命。尾主办单位考虑讲，安尼名额伤多。所以，伊头抬一首调，变成跋杯专辑内底我有2首歌，是因为这个比赛出来。你想有个人就感觉讲，安那向阳补一个单当员出来，因为以前拢毋捌看过这个人的名，所有咱国内音乐界，不管是比赛、唱片界，毋捌看过这个人的名。向阳伫好词杯出现啦，当初伫通知我入围跋杯专辑的时阵，因为迄是我一个梦想最后伫一个比赛内底，拄用到我的作品，用到2首，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因为江蕙专辑、二姐专辑内底会当用到2首歌，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咱个新人，迄阵我已经40几岁啊，因为这个关系，我才开始踏入台语歌坛。思念像3月梦，叶在窗前等春风，春风吹来花成雨，你敢听有我深深的思慕？孤单离乡千百里，为你轻轻地想你。思念人是阮唯一的兄弟，你是大地身躯边，予阮生命的勇气。含是点点来打开，想你一遍已无期。上水的名字，思念亲像9月份，踏伫故乡小山路。想我唔通得风雨，迄是我上爱哭的时阵。孤单离乡千百
你这边已误去。思念啊，是你上水的名字。孤单离乡千百里，每日轻轻在想你。思念啊，是阮唯一的兄弟。你是住在身躯边，予阮生命的勇气，还是点点来打开，想你这边已误去。思念啊，是你上水的名字。思念亲像到月份，踏伫故乡上山仑。你若想我，毋通得黄昏，计是我上爱哭的时阵。你头拄我咧讲，啊，搁伫咧做工程的时阵，就写歌词。讲起来吼，迄是艺术，敢若讲咧练功夫，啊，无对手的。是吼，毋知影要甲谁输赢，但是一直咧练。是。啊，你哪会迄个时阵就一直工会？因为第一哈，我感觉讲咱要做就做上好的，啊，所以迄阵我咧写的时阵，我心目中我心目中就一个目标尔。为什么？因为伊是迄阵歌后嘛，咱的歌后嘛哈，啊，甚至讲伊的所有歌拢是足畅销的。你徛伫知名度，徛伫利益来讲，当然你写到伊的歌，你会当分的版税吼上济嘛哈，啊，所以。第一，咱要入去，互选到，这是一个足大的门槛。啊，这个门槛你若无任何关系，你根本无在跨越。对啊。啊，就是因为这个比赛，伊无，咱无需要讲咱靠人情、靠关系，因为咱甲音乐界完全无关系。咱毋是讲参咱即摆山顶一寡吼，遐大牌制作人啊，啥物回音，拢是学生时代。就是唱片公司咧打工，但是就我一个中年人，我从来毋甲音乐接轨的人，啊，毋捌甲民歌接触的人，吼，我迄个时代是完全无人面嘛，系完全拢无，我只有靠比赛，吼啊，因为工会校资要了刷了，我去互唱片公司签约6年，啊，6年来，伊莫讲耽误啦，吼，因为迄6年来也无新的啥物作品，吼。敢若有写一首啊啦，无多，啊，我就好尾啊，甲唱片公司参详讲，你安尼6年来吼，拢老白掉咧，我的青春拢无去啊，吼，你嘛应该讲，我会当同意我去比赛，啊，所以到第3年的时阵，唱片公司讲好啊，无紧，你若有要比赛，你就去比，因为咱出发点上慢，已经40几岁，所以咱一工爱当做3工爱当做1工用，3年当做1年用。所以，迄个时间开始疯狂的比赛，所有的比赛，伊若来咧限制讲，你一个人会当寄2首，我就一定寄2首；限制3首，我就寄3首。哦，有的比赛伊限制你的行数。啊，所以自安尼开始，我就开始熟悉咱这音乐创作内底的创作人，啊，慢慢啊结合一个团队，啊，所以渐渐咱伫所有的比赛，咱就出头，啊，出头了。咱就一直比，一直比，啊，所以阵写，真正无暝无日，啊，陆续啊，都搁写一寡流行歌，一寡比赛歌，一寡流行歌安尼合做伙。我伫100年到102年，迄阵是上巅峰的时阵，迄
迄阵所有的比赛几乎摕到足侪大奖。这嘛是啊。南面个这拢是吼尾啊2012年吴声梅迄阵拄好通过红人榜20关，拄好要出专辑，嘛以我写的数量无多做同名专辑。为着讲要写歌工会唱，还是讲为着比赛要赢，你做什么款幕后的准备，系什么款心情？人咧讲你一定去参考啥物人的资料，啥物人的歌，才有法度去写啥物人的歌。我从来毋捌参考过讲工会的所有以前出名的歌。为什么？因为你若参考了，可能你的诗句一寡文句，你会去受到影响，还是你的结果会去受到影响。因为你的事的结果会影响到你曲的规个走向。我较无爱写参迄种人卡拉 OK 迄种结果的歌，所以我是以我文学观点做出发点，所以我嘛无讲设定讲我爱参考伊啥物歌，做我要写作的一个参考，所以我是完全以我家己以前我咧伫文学上我咧写的一寡物件，其实曲是作活的啦，你会当为你的歌词内底，你嘛会当讲作死的字句拢共款，去编做一首歌，但是你嘛会当当底句出来的曲，颠倒搁较水搁较活，所以我感觉写词其实写词伊是足自由的，你免去考虑讲伊字句，但是你的基本的小节数啦，还是讲一段主歌副歌，你一定爱捌捌了你就根据讲你是主歌，有 bridge， 你要安怎去设计，设计了，伊就一首足完整的歌。其实到上尾一首心内一首其实我特别推荐就是这首这首歌当初二姐伊咧录的时阵 ，demo 录好的时阵，我请因叫我听，但是因真保守秘密。为什么我要请因互我听的意思是安怎？我足惊因把我的台语字念对。你看心内字迄首，滴甲咧有当时因咧尾完成歌的时阵，真正都音都无共款。但是因基于保密的状态，因无打 demo 叫我听。会产生讲咱即摆你去看这首歌内底有2个台语用字有出入。虽然讲工会唱你的歌，但是幕后操盘是陈祖宏老师，都甲你真有联络呢。是，我真感谢伊子宏老师对我实在是真照顾，因为当初校词背的时阵，伊毋捌我嘛毋捌伊，因为迄阵咱根本对即题咱无足关心。因为迄个比赛了，伊替我谱曲，无变无化，伊选着无变无化。无变无化，当年迄个比赛得第2名，当年第1名就是阿公的名称卡，这个一个少年吴宇轩写，子宏老师伊经我的无变无化去谱曲，无你干那无变无化考文字无才调，遮流行，无才遮轰动，这个事业呢，甲即马嘛个安尼。是就是因为我非常感谢子宏老师，就是讲伊把我的词增加伊的性命出来。当初出来的时阵，迄条歌因为真悲伤嘛所以宣传的时阵，文宣拢写伊叫做《地狱悲歌》，表示足悲伤的。但是有的乐评的老师就讲，台语上凄美的歌曲，伊是真简单的50几字尔的，但是伊发挥的迄种力量非常大。每一字拢敢若咧动人的心肝窟啦。即摆足侪歌唱比赛的选手非常爱选这条歌，有影，因为这条歌你若表现好，尾音莫叫倒去，丹田有够，开有够，这条歌拢能得冠军。你看迄超级红人榜，以前台湾 No.1， 歌手要过关，这条歌可能拢爱选。
心无边无花，日夜暝夜，用身躯一直拖，一直听，一直拖，一直听，拖入心。伤心无边无花，天涯地涯，用生边一直拖，一直听，一直拖，一直听，拖入心。老师是来讲，主要还是要有兴趣。你想讲，你安尼家己头路做了长无用的时阵，阁保持写作的习惯，应该是足少岁的时阵，就对文学进入热情，对无？是，我伫小学1年的时阵，我无读过幼稚园，因为阮遐庄卡非常艰苦，大家拢无钱。啊，有一年我伫小学1年的下学期，阮专管举办一个叫做看图作文比赛。啊，我无读过波波摩佛哦，吼啊，所以我1年上，阮老师，我毋是正科班的老师，吼，迄阵作者拢是这军人退休的，啊，转做老师的，所以阮的老师是一个军人，吼啊，迄阵的军人也毋是正科班咧教册，啊，所以因为小学1年的时阵，才开始有波波摩佛。啊，到一年下参加专关看图作文比赛，哦，我唔知得第几名，我唔知啦。反正伊敢若选20个啦，前20名。所以我伫国小1年我就得馆长奖，
对一个囡仔来讲是足无简单的哈，因为你干他1年啊，你就得县长奖，哦，那是很大的荣耀啊。但是因为厝散家伊也未去注重这啦，伊嘛无感觉讲这有啥物特殊，啊一路行来，我就感觉讲，我作文能力佫袂歹，啊以前拢咧写毛笔，啊所以啊慢慢啊，比赛拢有得奖，啊你就对有一个鼓励，你就一直写一直写，啊写日记，我日记嘛写到大学咧，才停止，啊所以因为你安尼，你就一直训练你的文笔，啊训练文笔了，你自然你不管是咧写正统的一寡诗啦、小说啦，啊你另外你就感觉讲，我若用我文笔来写一寡记载一寡代志，还是一寡故事，我感觉讲，迄拢是以后我咧写作的题材，啊，所以我的歌曲内底包含足侪，不管是我小学的记忆，我的故乡，我甚至到我故乡写一条歌，迄条歌嘛足特殊的，叫《淡淡的歌声》。敢讲对文学有热情，这个过程中，敢有迄个过程讲，我无办来写华语，还是讲一个决心就讲，因为工费，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讲，爱对台语这条甲试落？因为我初期伫写文章嘛是拢写华语的啊，我是到开始讲我要转型要写歌词的时候，我才转做写台语的。我转了真成功啊，唔免讲成功啊，真顺利啦，因为我一转过，我就累积一寡作品。我迄阵家己心内嘛有一个想法啦，我感觉讲，人若要来要求我要安怎，所以我必须要累积我的作品。我迄阵就开始安尼想啊，也未比赛，我就开始想啊，传咧等。迄个过程上就10年，我迄10年开始咧磨我安怎写台语，要安怎互台语提升，互一寡诗文章的物件变做台语歌词，因为迄必须要淬炼过，扣搁再扣。嘿，因为你安怎，你写文章的人为3万字变1万字，变1000字，变500字，到上尾500字要变100字，迄过程是足痛苦的。为什么？你要安怎舍得？要安怎舍去你原来你的一寡完整的故事？你把这个完整的故事要安怎写入去100字的歌曲内底？这个过程就是一般的文学家无在转做作词家上困难的所在。志宏老师咧讲的啊，讲你不但转，你不但扣，搁再扣，你个字拢比人较少，较好谈。这嘛比较好谈啦，因为第一啦我迄阵足无用，我无耐心写长篇的物件。你看你写一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你一定要守伫遐写到完，我的个性是一篇物件，我一定要写到完，我才会煞。你若安尼情形，你写3万字、写3000字，你要写当时，我想讲，这若100外字，对我来讲，有可能较简单。结果尾也发现毋是哦，100外字有当要写5年才写会完哦。你参要我一条无变无花，我是写5年才写完。5年哦。5年，我5年才改做即摆咱看到即个形态哦。为什么5年？因为头仔写足长，你一直咧精简，精简你阁袂当失去伊原来的味，你要安怎保存伊原来的味？但文字用甲足有力，足简单，人拢看有。因为我的作品内底一个特色，我无爱用足深的文字，所以你不管是数量无多，你看小学3年拢会晓读，因为我推广就是。会当流传，会当互所有人接受的一种台语文字、台语文学流行，就是爱互简单。但是简单内底，你爱有记忆点、有亮点，有人看过了，伊会一直回想这句话耐人寻味，迄种感觉。阮有一个问这条歌，是你是头啊安那抬甲变，即马这个形态，咧写咱的土地。其实我是无迄种写的。因为我以前写土地歌写足多啦有一天我感觉讲我会写一条较轻松、轻松的歌我感觉讲咱这个土地需要一寡较有一种希望有一种轻松快乐互大家安尼朗朗上口的歌
所以我有一天我就写讲，我就写足简单的吼，阮有一个梦，有一个什么的梦，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温暖，有一个永远的梦，吼所以我是根据安尼的一寡思维，我转去写足简单的四段歌词，四段歌词，第一句拢是阮有一个梦，阮有一个梦，你有啥物梦？我有希望，我有啥物梦？这个梦我相信拢是咱台湾所有人的心声。伊希望一个平安，一个快乐，一个咱台湾会当安尼足和乐，有这种愿望的歌，伊的旋律嘛真简单，真朗朗上口的一条歌啦，伊甲一般的流行歌无共款，所以伊是较清新的一条歌。愿望讲咱台湾有更较好的未来，更较好的将来安尼。我知影这是足特别的一条作品，因为写了较跨面咧写台湾。是，毋过足侪作品过去是。咱有诶砖头安尼遮好运，拢有法度你去写着写几多位啊呢？我是比赛出身的，所以我自细汉拢咧比赛，所以阮太太定了笑。我为小学1年比赛到今年已经进老卡，我搁咧比赛，我感觉讲比赛是一种动力，因为一般人来讲，你若无定定咧比赛无得奖，你无动力，也是讲你写物件无出路无动力。但是因为咱陆续咧比赛，比赛了成绩拢也袂歹，袂歹你就会去注意到讲咱全台湾所有的比赛。迄阵咱就想讲，咱也无任何关系，咱只好靠比赛出头。所以我头仔讲过，我足认真比赛，所有咱台湾大大小小的比赛，不管奖金冠军5万的，我嘛去比；60万的嘛去比；30万的嘛去比，无嫌多无嫌少。比赛的时阵，咱就有动力。譬如讲，我写昆汀我写5条歌，几乎拢得奖。几啊种角度去写昆汀，用轻松的，用暗时啊昆汀，用什么时阵的昆汀，所以安尼训练我对一个题材，你会当用足侪角度去写伊，这是我长期磨练出来。为什么安尼磨练？因为大家比赛我拢夹到满嘛，2首我就夹2首，2首你总无可能重复啊，重复。字句嘛袂当重复，角度嘛袂当重复，变成讲你就训练讲一个主题，你听我用3个角度去写3条歌，所以你即摆主持人在头问讲，有诶城市有诶装卡是好运，互你写着，大部分因为比赛出来，因为你写了袂歹，主办单位以后伊就带你用议价方式邀请你写，你就无去比啊。是。你有一对手的作曲家余国光老师，是，这原来是过去人唔捌的，恁是安那互相相捌的，安尼去倒位比赛都得顶啦。初期我写流行歌的时阵，迄阵我也唔捌余国光老师，迄阵我拢甲一寡其他的老师配合，所以甲我配合做曲的老师大概有10外个有啦，尾有一遍玉山比赛。大多我讲过玉山比赛，阮得首奖嘛。余国光老师得第3名。因为迄个比赛，我才熟悉余国光老师。熟悉了，阮本来是对手，尾也变好朋友。因为我讲音乐就是遮可爱的所在。音乐咱竞争对手定定咱伫同一个比赛，因为伊合作的人甲我合作的人无共款，无共款的时阵变成。伊嘛行，我嘛行，所以阮定定伫一个比赛内底拢拄着，迄阵拄着拢毋是合作伙伴，拢是莫讲敌人对手，因为安尼熟悉了，尾啊大家理念会合，过来就联手，尾啊阮就合作，联手出去甲别人争，联手起来力愈大。老师，森美是，我哪有唱到恁的作品？是稍等下是，我请伊。来到节目现场，原来思念无多啦，爱哭的时阵无边无看啦，今日安尼遮尽心，要甲你见面，伊嘛真紧张。稍等下，
你若听了安娜当面甲讲哦，小等下等来欣赏下的歌，甲老师继续开讲。是你，予我的思念一想，就归落冬。有时阵也搁会面红红，敢讲已经无希望。是你，予我一个梦，叫青春要安怎搁等？心痛嘛爱有期限，三冬、十冬。亲像风吹，要飞外远，看你的线放偌多。是你，予我一个梦，叫青春要安怎搁等？心痛嘛爱有期限，三冬、十冬。亲像风吹，要飞外远，看你的线放偌多。
台语歌，少年辈真拍拼，条件嘛真好，真受人拥护。吴声美，欢迎。国珍哥好，东贤老师好，大家好。声美唱《思念无罪》，是老师嘛足欢喜。这嘛是你打出歌单一个代表作。讲到这里哦，就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东贤老师，因为其实这首歌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里面，然后也要感谢我的制作人，就是思念无罪制作人陈子红老师，他就是给我这个新人机会，然后帮我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新台语歌曲，然后也由我们东贤老师写的这个歌词，真的是意境非常的很不一样，很内敛，然后又好像在诉说很多的歌词里面的画面很多，让我有很多想象空间。伊伫红人榜的时阵，伊逐集我拢看，我感觉哇，这唱歌真好，伊的歌声吼真温暖，啊真好听。啊，伊咧比赛也未过关的时阵，其实这条歌《思念无罪》我拢已经写好啊，我嘛寄互子红老师啊，啊子红老师伊收起来，伊讲这条歌叫我互伊，啊迄阵目标就是要互江蕙唱，啊但是江蕙迄段时间吼，伊为着要筹备伊上尾一块专辑，伊一直找歌，拢无伊喜欢的歌，所以伊找足济年，可能上少有3年。当初伊咧选歌的时阵，大思念无罪这首，伊就是按算要用。啊，因为迄阵审美拄好经过20关，啊，所以子红老师有一天暗时喺度讲，东贤老师你问我看捌审美，我讲捌啦，我拢看伊比赛。伊讲啊，无咱这条歌吼，因为江蕙当时要出，咱唔知，咱互一个新人机会，啊，歌声真好，啊，甲而且歌声有真近、真接近，伊来唱这条歌一定做好的。我讲好，我讲子红老师你安怎决定，我就安怎做。拄好这个机缘，才结合到这首歌变审美主打歌。老师，你听了感觉啥款？今日我听了吼，起鸡母皮。以前在唱吼，可能有比赛的一个框架，伊较规规矩矩咧唱。伊今日唱肢体语言，甲伊的唱法，甲伊的情绪的表达，甲伊的不管是伊咧唱歌停的所在，力量的使用，气的使用，整体的感觉拢做无同款的改变。谢谢老师。已经变一个不一样的歌曲的表达。我相信这个表达以后，大家在唱歌、选这条歌要比赛的选手，会当做一个足好的参考。安尼，老师，真正安尼审美听到你咧讲，我相信谢谢老师的赞赏。老师也是讲，我知影你唔来干那写这条和审美呢，还有别条呢？还有另外一条哈，迄条伊号做水中鱼啦。那讲到这条歌，我要抗议一下。我趁这个机会。当初这条歌，迄是冠甫老师，有一天伊就寄一首歌曲给我，拢写好啊，连词嘛写好啊。结果来，我感觉讲伊感觉无理想，所以伊才委托讲无我来添词。这条歌伊的曲非常简单啦，嘛是真听起来嘛是真轻松、真好听的一条歌。尾后我转打伊的歌词摕条我定写，定写了寄去，伊的歌名我本来叫做《酸甘甜的爱情》，因为副歌叫做酸甘甜的爱情。尾也唔知安怎出版出来讲变叫做水中鱼。我感觉讲非常无满意。阮主唱是伫遮呢，你敢知影这张？心爱的酸甘甜的爱情，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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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伊唔是主打歌，所以这条歌无主打到，无主打到了后，即摆你去看，一寡社团，一寡欧巴桑、欧里桑咧跳迄公园咧跳舞，拢用这条歌。找到伊个咯。拄好伊出好多伫变曲，
审美哪个去外口表演的时候，嘿，我会当讲爱讲拼。接下来吼，我来表演这首歌曲叫做《最重戏》，但是咧，我也冠名。嘿，另外一个名叫做《酸甘甜的爱情》。嘿，酸甘甜的爱情，你听起来加足有滋味的啊！啊，你最重伊，感觉硬硬。这是一个头一摆听到的秘辛，观众朋友都唔知，我嘛是今仔日头一摆才知影。因为当初沈美仪咧录这条歌的时候，歌名已经定出来啊，所以伊唔知影讲原来的名叫什么名。啊，其实原因是这。你对家己伫歌坛拍拼较大，毋是干那爱情有遭遇到酸甘甜，歌坛的路嘛遭遇到足侪酸甘甜。啊，未来你家己的目标咧？国珍哥讲了就有道理，就是我感觉每一个行业，讲台语无好啊，每一个工作啦吼，都是大家都有辛苦谈啊，大家拢有家己工作内面的艰苦谈就对了。那就是像我在演艺圈也是浮浮沉沉13年，啊，即嘛，就是嘛一直在进步。嘛，一直在突破，想讲下一张专辑、下一首歌曲，会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给我的歌迷朋友。百变的无声美，是为什么你定定咧讲歌词才有在条救咱的台语母语？因为吼，台语咱即摆学校的教育啊，讲较歹听，伊无啥物大的作用啊。因为学校的课程，伊的节数少，而且常常提起做其他的课程的代替，包括一寡台语老师，可能也较歹请，变成讲台语课伫咱学校无在条发挥着伊的功能。但是家庭教育，一般即马少年啊，伊要教伊的事实，伊嘛无可能去教台语。包括阮即演的，伫甲囡仔讲话，大部分嘛是拢讲国语华语所以变成讲你台语的推展，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伊无法度达到效果。而且台语你若是用诗、用文章要传达，互后一代去接受，迄更加无可能。为什么？文字伊是平面的，伊袂活泼，囡仔无要学。我最近有国中的老师、国小的老师在反映讲，因教着迄种较传统，还是讲较深的文字的课程，囡仔根本无要听，甚至拢在困。若教着阮的课程，阮有歌曲含台语字入去，因感觉讲囡仔拢活起来，拢活泼起来啦。所以我嘛是建议一寡出版社会当参考这种成功的方式。只有用歌词才有法度救母语。这我有同意呢。像我真正细汉时，妈妈都讲国语在教我讲话。是。敢若转去下港嘛，甲阿嬷都有法度讲。阿嬷拢做生去啊，阿公嘛做生去，像咧甲你讲台语。我甲妈妈的讲话嘛是拢讲国语啊。所以，敢若剩唱歌的时阵。你会去用到台语，这就是即马我的问题，嘛是所有人现在年轻人的问题。你想哦，你唱这歌，伊的质好无？歌词写了质好无？这足重要的。你若讲歌词出来，有的真无文啊，还是讲真粗俗，还是安怎？还是讲伊的用字用句，为着要押韵，产生一寡。文字的结构无讲介水，这嘛是会影响到讲你咧学习台语的一寡品质。所以我强调就是讲，阮的歌就是歌词，就是较优美的白话。你会当有2分4节、3分4节、1分4节，其他白话，互人安尼真容易了解，真容易传唱，安尼才有法度达到迄个效果。但老师毋是干那甲阮讲遮尔宝贵的理论。太侪作品咧证明讲，用优美的歌词来救咱的台语。老师，今日专工来啊，古前嘛诚意邀请，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印一个
和大家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多谢，谢谢。老师请坐，老师咱坐，老师咱坐。多谢老师专程来开讲，对，多谢沈美，祝生意嘛祝期待讲，老师一直有新作品，和沈美个好好发挥。心所爱的歌会会再过来开讲。啊，不过老师，我要甲你报告，人咧讲，唔通干那妄唱的一个卡。